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8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一个今仔透早4点外的消息。伫台东的富山渔业保护区的职工，伫透早天还未光，就发现讲有民众掺水去互渔区射鱼，赶紧报案。海巡队甲职工抓到2个违法掠鱼的嫌犯。等一下我们就活体的部分，我们刚刚收证，然后他们在旁边看，我们把它海放。先让活的赶快先海放掉。这2个嫌犯是掠到32只的龙虾，10尾的鱼仔，阁有2粒海鱺。伫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嫌犯阁跳入去海里要逃，职工嘛溜入去海里甲人掠起来。这2个嫌犯嘛已经互海巡队以违反渔业法掠起来了。来看，昨咱国内是增加24196个本土病例，有73个人死亡，156个重症症，有5个囡仔，上细汉的才9个月，伊是气管发炎，伫加护病房的治疗。另外4个拢是密斯氏的案例。国内新冠疫情慢慢有降落，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在7新增加24196例本土个案，73例死亡。全台湾这个新北市病例超过4000例，整体疫情加顶礼拜日比降12.7%。另外，中重症新增加156例，其中新增加5例儿童重症，一例是幼稚气管炎，另外4例是 MIS-C。细支气管炎个案是9个月大的男婴，无慢性病史。7月11号呼吸喘、呕吐、活力变差。7月12号到急诊，那检验 PCR 阳性，有嘴唇发紫、喘鸣声、胸凹等。那插管收治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及瑞德西韦类固醇。目前续住加护病房。那截至今日，儿童重症共103例。因那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BA.5，大家也请注意。伫咧欧美疫情了，日本也经历第7波疫情，16日天的确诊数超过11万，就连台湾也伫咧15出现第1例 BA.5 本土社区感染个案，引起大家的注意。国内医生提醒讲，感染 BA.4、BA.5 变异株了，上定量看到的症状是脑痛、皮无甲食无味，无过再是这波疫情的指标性症状。BA.4.5的话，他们还是集中在所谓的上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较多，所以呢，有一些如果没有施打疫苗的话，它的临床表现的话，担心就有可能会不会当感染病例数增加的时候，他们的症状就会比较多的一个变异性。另外，卫福部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也公布上新的注疫苗了死亡的会议记录，总共审议65案，有7件注 A 类了得到救济，其中台南市姓林的个案，伫注过 A 类疫苗11天了，严重脑出血死亡，因为无其他的病史，无法度引起血小板低下，或者是脑出血，无法度排除加注 A 类的关联性，所以合法救济金350万，是这边通过金额上悬的个案。记者综合报道。8月开始，真侪毕业生开始找头路，也毋过因为疫情，人力银行是预估6月失业率有可能会是8个月来上悬的。也毋过观光饭店业务因为防疫放令，景气嘛偷偷的开好，目前是真欠卡手。旅行社员工变也推销冲业绩，拜节下季旅店人诚济，旅行社员工无闲试试，旅业者承认这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真欠人。每个都缺业务，或者是我们的行销，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线控，一直都在努力的招募当中。5000级饭店也是新冠疫情重灾区，房务餐厅人力大量流失。即马防疫慢慢放令，为冲业绩，饭店业所卡手无大问题。根据劳动部统计，旅游业疫情进前将近3.3万人，今年5月只剩21562人，减差不多3成。旅宿业疫情进前超过75000人，今年5月只剩差不多61554人，减将近2成。复苏的一个旅游商机，会在跟学校名额上，或者是在一个实习时间的一个调配上，我们会可能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观光旅宿业找无人，不过失业率煞创新高，5月失业率3.73%，失业人数43.4万人，创7个月以来新高。直至要公布的6月失业率，恐惊创近8个月新高。
现在不好找，大部分行业都饱和，展场4天，就1天8小时，然后日薪1500，4天下来就6000。6月份才是整个这个毕业生求职的一个高峰，本土疫情其实看起来这个确诊数还是在这个2万以上，整个失业率有可能的持续攀升到8个月的一个这个新高。人力资源业者表示，10月就要公布失业率数据，已经剔除毕业生求职要素，看因看出失业人口实际影响原因，有超过半年类似回稳，出口正好，失业率有希望登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会落淡薄仔雨，各地是拢正热热。气象局嘛已经针对5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其中双北市甲花莲温度上悬会到38度。咱来看温度，今仔中南部嘛落淡薄仔雨，也毋过雨是比昨较少。过到东北部佮山区会落西北雨。今仔各地天气拢是正热热哦，温度大约是32度到36度。气象局今仔早起嘛已经针对双北市、宜兰、花莲、台东5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是会超过36度。东南部佮有回小风哦，花莲会到38度。明仔载太平洋高压会佮增强，天气是愈来愈稳定，尤其是拜四到礼拜会佮愈热，雨水嘛愈少。观众朋友，这几天出门都要有准备。这礼拜天气是正热热，会超过36度。昨台北市就出现今年上高温38.5度。医师嘛提醒，要特别注意一寡热伤害、热衰的镜头。日头赤炎炎，透中到台北市市区温度来到36度，大安区永康街排队要吃冰的人是排甲长落落。气象局表示，17、18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北台湾高温35度至37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大约32至34度，尤其大台北地区甲花莲创国有机会来到38度的极端高温。周一之前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各山区要防短暂阵雨、雷阵雨。气象局表示，东南部因为西南风沉降，要注意会烤火烧风。礼拜日过到各山区发生局部大雨的机会较大。拜日开始呢，受太平洋高压影响，过到这雨就会较淡。不过未来一礼拜天气也是会正烧热。医师提醒，热伤害较严重程度主要分做4种：会慢筋、昏倒、衰竭、甲掉沙。主要是出伤侪汗，去热到血路袂顺，身体无力、欠水分，或者是长期伫咧日头下做事，拢是原因。风的出入口拢较会掉这个沙吼，所以你甲刮开，伊就感觉人较爽快，较袂昏去。除了口风池、风虎，医师也表示会当对大水这个所在小可扣一下，不过提醒爱找专业的人士，日头爱窄，唔好扣超过15分。虽然讲天气足热，咱也是无建议讲食了伤冰啦吼，安尼这个寒气往那里来，湿气啊里来，结果呢你就很容易什么？人个较虚弱。医生也提醒，有慢性病、年岁较大、出汗功能本底就较歹的人，爱避免中昼时出门。运动进前，莫食血压、神经或者是抗组织胺的药啊，较袂脱水、脱较咸。清茶部分爱较轻松，也爱定定补充水分。记者阿敏珍、丁玉思台北报道。全世界热人拢真歹过哦，咱来看南欧，包括西班牙、希腊、佮法国，因为天气上过热，真侪所在拢会火烧山。伫葡萄牙佮西班牙，最近因为天气上过热哦，佮温度上过悬，嘛已经造成上千个人死亡咯。科学家嘛警告讲，气候变迁哦，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拢会造成影响。400多公顷的土地大火，加泰隆尼亚几落百位消防人员伫咧拍火，围落马拉港的天顶，规个拢是乌烟砍掉的。当地居民也因为大火撤离。在七即天，西班牙全国总共发生30件森林野火，真侪所在地势崎崎徛徛，拍火真困难。当局讲，今年热天第2波热天气，真侪所在温度拢伫咧摄氏40度以上，因为春天大数热，土壤大，欧洲部分地区的火灾季节比往年较早到。El cambio climático al final tiene que ver, pero en el mundo entero. Y esto que es una zona verde, fresca,
En verano 路透社报道讲，西班牙最近几天温度到45.7度，而且甲葡萄牙拢因为最近一礼拜热天气，已经有超过1000人不幸死亡。卫生部昨仔讲，过去一礼拜有659人因为天气伤热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老大人。这是迄天热死的人上多。中部城市维塞乌温度升到47度，葡萄牙中部甲北部发生10几件火灾，而北部的城市查韦斯火势上大，要甲1000位消防员伫咧拍火。o vento alterou-se, né? 伫咧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野火已经破超过11000公顷，超过14000人被撤离。当局出动超过1200位消防员拍火。政府对几落的地区发布相关级别的红色警戒，要求民众保持高度警觉。另外，伫意大利最近几天也发生几落件小型火灾，气象预报讲，未来几天有一寡所在天气会超过40度。路透社报道，今年6个国际期间环境研究、气候刊登一篇上新的研究报告，讲回顾极端高温、暴雨、酷旱、野火、热带气旋5种无同的极端天气灾害，原因拢是因为气候变迁。一若气候变迁，互全世界出现极端高温的频率甲强度拢会增加，直接造成几落万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的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台湾最近温度拢真悬，附近海域的山鸥嘛受到影响。这礼拜垦丁阁有小琉球会致伫山鸥白化一级警戒，全台湾的山鸥搭嘛可能会伫7月底拢进入一级警戒。8月中白化现象会愈严重。再来看自由时报，临港新市因为要增加成功率哦，一届拢会放真侪粒胚胎，也毋过有多胞胎对妈妈的健康嘛毋是介好。去年国民健康署佮扩大器官营养的补助，限制胚胎的数量嘛发现讲，有超过90%拢只放1粒还是2粒，说超过2个囡仔吼嘛有减少的趋势。再来看《中国时报》，最近投资诈骗的件事是非常的多哦，大家拢真困扰。经济署嘛统计，今年前5个月投资诈骗的案件有2414件，民众的损失是超过10亿哦。立委嘛呼吁 NCC 甲行政单位应该就要提出具体的办法。再来看，民进党昨举行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党主席嘛是总统蔡英文伫致辞的时阵讲到讲，2018年地方选举是对民进党的教训哦，这届已经做好准备咯。大家己民进党的前副总统陈建仁嘛头一届以党员的身份出席，副总统赖清德因为大家日本返来到岛内，佮个自主健康管理哦，伊并无出席。化高后展现团结的气势，民进党全大会17进行。面对着年底9合1大选，党主席蔡英文讲，要记掉2018年地方选举的假事。民进党这边是已经做好准备。2018年的地方选举，对民进党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这一次，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拿出最好的政绩，提出最强的候选人。就是要赢得人民最大的支持。国管市长参选人港台作势，出现首党的陈市长就徛伫咧蔡总统的正手边，两人相向笑眯眯，互动真热烈。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也提出伊的政见，讲伊若是选调，第一件代志就是要公布恩恩事件的所有资料。如果我能够担任新北市长，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来公布这一次恩恩事件。这一个新北市政府所有的资料包括这些录音档案，这是我未来在如果在选市长当市长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跟大家一起合作，那找出大家可以接受的路，那努力把它做好。拄入党的前副总统陈建仁第一遍以党籍的身份参加全大会，不过副总统赖清德因为去日本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告别式，由于伫咧自主管理无法度来，全大会也有关系到党内权力改组的常委、执委、评委的改选，中执委总共30位人抢30席，因若30席的中执委投票是选出10席的中常委。当选名单包括新潮流林俊宪、陈世凯、柯淑华，由于是上大势力；郑国辉、陈茂祥、林佑昌、
英系黄成国、蔡玉湖、绿色友谊联赛副主委永延会王定武、苏系苏家慧、国北系设置分部加改善进程是同款。中评委主委的部分，原本呼声正悬的英系资深立委关碧玲加新系立委赖瑞良伫咧竞争，上尾会议同意以推举的方式，由赖瑞良出任中评会主委。选举结果代表国北系伫咧权力核心的位拢已经超好啊，将会牵动民进党2024年总统初选加区域抑个无分区立委提名等布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苗栗县长要派相出来选，目前是还未超好势。现任议长郑东锦坚持要参选，党中央推出的人选谢福洪，暂时表示讲，前县长刘正宏会担任党部的主委来负责协调。党主席朱立伦嘛强调讲，党有党规哦，会尽量来沟通。民众大声喊加油当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着县长参选人谢福洪入场。17号宣布苗栗县党部主委由前县长刘正宏接任，负责来拍选战。谢福洪坦白讲，这场战役无好拍，但是会尽上大的努力，将苗栗打造为幸福的家园。这一场选战是一场硬战，但是因为为了我们国民党的胜选以及全县县民的福祉，福翁将挑起这个重担。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国民党籍苗栗县议长庄东进表达参选到底，13号失去党部主委的职务了后，就伫咧党部对面挂竞选的广告，甲谢福洪的文宣相对看，而且批评无受到党中央的尊重。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党有党纪甲党规，会尽上大的努力来团结苗栗。他也非常清楚啊，今天在苗栗。我们不能提名他的原因都非常清楚，党有党纪，党有党规，这个原则不能改变。协调了好久，3个多月，希望他回到议长的位置。苗栗都绝对不能分裂，苗栗没有分裂的本钱。国民党2位立委徐志良甲陈超明也拢出席，想要营造团结的气氛，但是总统真讲会行遍18个乡镇重新出发。会以党纪来处分无国民党中央无甲话讲死，强调会持续来沟通，也为苗栗的选情带下变数。记者苗栗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6千万例了，死亡人数超过63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是增加24325例，目前是超过426万例。日本超过1000万例，韩国嘛超过1800万例哦。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90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300万例哦。伫欧洲迄边，英国超过2300万例，法国嘛超过3200万例。再来看中国疫情嘛，搁在探息的趋势哦。上海最近亲像又过的封城，过去2冬，因为疫情，上海有真侪外国人拢已经回国了。咱来看，已经伫上海住16冬的一个美国家庭，最近嘛决定讲要搬回去美国。你要这个金子吗？金子，你们要不要？这个不要了，这不要，这个真漂亮的金子。伫上海法租界这间2房的公寓住16年的海瑟凯爷，规家伙要搬去美国华富住，跨国搬厝公司直日出来甲因斗相共整理。凯爷是亲自将这寡无被炸走的物件分散互巷仔内熟悉真久的厝边头尾。伊甲因翁乔治2006年自纽约来到上海做1年的游历，撮互中国迄当阵快速兴起的转变魅力吸引，放弃伫美国的工作，伫上海定居创业，甚至买厝。因2个查某囝拢是伫咧上海出世的，一个12岁，一个14岁。I would describe Shanghai as just like my home, really. I've lived here for so long and for my entire life,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change. 根据欧洲商会资料，
疫情爆发了，旅居伫中国的外籍人士数量就减一半，有计伫今年热天还佫会减一半。北京当局伫咧6月底对防疫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历经隔离检疫的时间，自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佮加7天的居家健康监测，调整正做7天集中隔离加3天的居家监测。对此，美国、英国甲欧洲的在华商业团体拢表示欢迎。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real challenge for Shanghai to grow that population back if they want to. 6月初日，上海放零封锁限制以来，开业一直拢伫咧为搬出的代志无闲，延过摇半时间，国去享受这个城市美好的部分，亲像是骑脚踏车去外滩。去上介意的所在食水饺，离开前2天，也个请好朋友来出来食饭消食。再会，上海。Oh, you took my idea. 再见，上海。Goodbye. Thank you for all the amazing memories. 再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再来看阿富汗东部一个都市梅斯艾纳克哦，有一个正重要上清党的考古遗址，也毋过附近有人通学哦。中国嘛已经取得学党的权利，外界即卖是正烦恼，讲这考古遗址的命运无介乐观。با ارزش‌ترین و مهمترین کشف و کاوش‌های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در متحنک بالاتر از همه چیز است. ما فقط به خاطر از اینکه هویت و فرهنگ مردم خود حفظ کرده باشیم. 抢救梅斯艾纳克纪录片是以阿富汗考古学家的角度来看清理古迹的神秘。当时正占领的有国，互人讲是本世纪上伟大考古位列的梅斯艾纳克，竟然会因为中国采矿被破坏消失。梅斯艾纳克位列的面积有1000公顷，有超过400尊真人寸石的佛像甲佛塔，一个庞大自然建筑甲文物。年代上早会当回溯到公元2世纪，尾啊发现的陶器文物是属于青铜器时代，离现今差不多5000年。1960年代，梅斯艾纳克国互考古学家注意，专家认为这位列的规模甲重要性是无输乎罗马的庞贝城甲印加古城的马丘比丘。梅斯艾纳克所在的诺加尔省是全世界第2大铜矿区，有个价值超过1000亿美金。2007年，面山总统卡扎甲中国国营矿业达成协议，以30亿美金签为期30年的开采合约。不过双方因为契约的内容也未敲好势，所以也未开始执行。也和考古团队有机会抢救遗留甲文物。不过中国国营矿业计划用成本较俗的露天开采方式来挖矿，互人担心会对梅斯艾纳克造成破坏。电脑模拟用炸药炸破，威力正大，不过可能也对威力造成伤害。塔利班对待国家文物的做法是正恶劣。2001年，甲宝米扬大佛规个炸掉的事件，也互人记忆正深。虽然政府有控部的主管大兴看保证讲，会以保存威力做相关的采矿原则。不过考古团队依然正担心，透过管道向联合国声明，争取透过世界位列制度保存梅斯艾纳克的完整性。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的前国务卿庞贝奥表态讲，要出来参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准备要伫共和党的提名，甲前总统川普竞争。再来看索马利亚有一间正出名的饭店，礼拜受到汽车炸弹的攻击，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哦。伊斯兰基金组织嘛承认讲这是因做的。再来看美国德州的校园枪杀案，因为警察到现场超过1点钟后才采取行动，引起民众的不满哦。检讨的报告指出讲，这是因为体制性的失灵，现场真混乱，才会造成悲剧。继续来看，咱国的中央银行伫9月份会开理监事会，可能会第3届成立式哦。彭博社嘛指出讲，台湾嘛面对通货膨胀甲钱愈来愈薄的压力，因为咱国内的不动产业者嘛表示讲，若是佮继续成立式限制贷款，中小型的建商哦，资金的压力真大，有一寡厝可能会起袂落去咯。央行已经连续2遍升息，总共已经升1.5码。到期时阵会开理监事会，继续升息的压力真大，因为主计总处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搁再破3%，
已经连续4、5个破3字头，创要到14年来新高，升息的压力正大。根据彭博社资料指出，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央行已经加速货币紧缩，点也台湾等各国高牌央行正面临着通膨加货币爆发的上涨压力，升息的压力影响建商的资金压力正大。不过，根据金管会公布，上新的建筑贷款有价是3兆2546亿，创历史新高。但是4月时阵，土建用的有房比例是0.05%，算是创历史的新低。建商暂时无资金的压力，下半年会出现无法度收买住的情形正低。不过，房仲业者讲，第3季的房市有可能受到升息的因素影响。屋主他可能就会比较洗手，买方他其实他也是会有一个递延性买盘的一个部分，有些量缩价平的。业者讲，虽然正在升息循环，不过现阶段央行升息的幅度，以外会当伫咧接受的范围内，租价并无出现松动的情形。若是继续升息，若是建商的压力大，可能家己大的买气也会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中民南路有一座天桥哦，最近市政府等个评估讲甘要拆掉，在地民众有人是认为讲哦，这座桥无啥人会用，嘛有人讲哦，囡仔行天桥较安全，赞成保留。天桥唔通拆，被布条挂伫顶悬，互人翕落来。有民众要为台中市中民南路甲5权南路口的天桥请命，因为营建署补助台中市中民南路的路平经费。另外建议市府评估这天桥是毋是爱拆。到现场一看，布条已经互人摕落来，毋过对这天桥是毋是爱拆，民众无共款的看法。我觉得还蛮少的，哎呀。他们都过斑马线吗？还是？对，斑马线会比较多。偶尔比如说红灯很久的话，就会过一下天桥。我不觉得说一定要拆啦，因为还是有人小朋友还是需要用到的啦。车多的时候，小朋友就是要走那里啊，因为学校老师会教导嘛。那我觉得不拆，它影响不大啦。台中市府最近办2场说明会，会议当中支持听人指挥，天桥占用路人通行空间。赛车等外刊物是线死角，加上使用率低，应该淘汰。反对者是表示，附近有信义国小，宣路口有斑马线，暗过交通占用时间，车流量大，天桥就是囡仔的安全通道。那因为现在就是正反的意见都有，所以我们目前也没有做定案啊，变成说还要再评估。那下一次的部分可能再收集一下各方有没有要拆的跟不拆的意见，然后再做综合的评估之后。可能我们之后还会再跟地方说明。台中市府表示，中民南路的路平专案补助当中，双向进程度会拓宽到3公尺。最近建署才建议评估天桥是毋是爱拆掉，不过无强制性。建设局一方面会评估天桥使用率，另外一方面会听民众甲学校师生的意见，目前也无定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道警察局公布6月底发生的一段事故影片哦，一个水塔对货车后斗落落来，水塔佮去弄到后边的车，这块物件无保护完，落落去国道的交通意外哦，每当大约拢有4万件。交通部嘛已经修法，像这种案件，相当是会当罚100块。这台小货车载着2个水塔，对5股交流道起来，向贵人方向驶。不过，伫咧上105.4公里的所在出状况，在后边其中一个水塔落来，伫咧路的高，去弄到外线道的一台小货车，如果弹到内线道弄到另外一台轿车，在水塔的小货车发现物件落去啊，竟然就停伫咧内线道，也无采过将牌啊，就落车去扣。疑似未依规定捆扎牢固，致掉落波及后方其他车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本大队于事故处理后，依规定自单举发。国道警察讲，若在货袂上国道，一定要符合规定的长跨悬限制，把握好势，才袂互物件落来影响安全。高速公路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国道发生10611件货车装载物落来案件，另外有3000多件是车体或者是零件落来，还佫有无法度归类的散落物4000多件。提醒用路人伫咧国道驶车时阵，若拄到头前有物件落来，不管是弄到物件或者是车，尽量先驶到路径。对事故也
好发在这种散落物发生的时候，然后有要去做处理的过程。那我们的相关的施工应该说事故处理班还没有到现场之前，然后就容易发生。高公局讲，今年开始，交通部已经修法，驾驶人伫一般道路甲高速公路物件落来，会被罚9000到18000。要若修法了，那物件的情形是不是减少，也怪看。高公局讲，当个物件会落来，轻的物件风一头也会飞起来，所以上国道进前爱详细检查是不是绑好势，也要检查轮仔甲车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天气今年台中、大家甲屏东的蚵仔伫同一个时间大出，所以屏东的蚵仔今年的尾期有较歹淡薄啊。屏东县政府出面收购，在地合作社嘛来斗销哦，希望当增加农民的收入。屏东高手蚵仔的产量是全台湾排第2，敢若比台中、大家较少。不过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两个所在产季顶塌，加上今年中下蚵的数量袂少，价销比去年落7-8成。农民是头壳摸咧烧。哦，这个就是上亿，啊，这个就是下亿。要斗够的啦。哦，下亿就是这样。啊，今年为什么会那么不好？疫情有关系啦。价小先让他给好太济嘛，做价小的帮了啊。为着协助农民渡过难关，县府农业处表示，会补价来收购蚵仔，持续到7月底，嘛会做相关的补贴。中下育的部分跟农粮署这边。大概就是说，我们也会用5块的部分公斤5块钱下去做补贴，那请他们来保价收购，以台斤12块以上来保价目前县府收购的量，上蚵按算是300吨，中下蚵嘛是300吨，会看情形随时做调整。另外，在地合作社嘛有答应要来收购，稳定农民的收入。这种次等芋头，他们有农民寄这个台北果菜运销公司跟就是其他的拍卖市场啊，他们的价格最低8块啊，但是我们合作社愿意以1斤10块的价格来跟农民保证收购这样。屏东蚵仔当地大出，肉一好，滚2下就送，唔来当做甜露或者是蚵仔冰，摕来煮食做料理，菜色嘛是百款。大家当趁着时食蚵仔，嘛帮助辛苦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信义村的林河川出产烤地油，最近有一个返乡的少年人伊伫在地来推动3小班经营烤地油的品牌，伊嘛用友善环境的方式竞争。少年人真有心，嘛真有头脑伊嘛利用生态导览，望讲外地人会当来了解信义乡的环境甲产业。太过干净的话，下雨、日照都会把土壤表面上的养分流失，或者是把它破坏掉。那我们就是用草去养护土壤，去养护土地，这就是我们在管理进行友善这个目标。了解这块种烤地的土地是安怎利用大自然生态去维持伊的营养。南投信义乡林河村的回乡青年陈克伟，当咧向游客导览因友善种植的方式，分享伊的经验和农业知识。部落在苦茶这一个产业啊，它已经慢慢整个都没落了。那产销班这几年也很辛苦的在找方法，可以让外面的人去认识到部落族人怎么样去善待自己的土地。透过立管处与特色管理站的协助，林河川推出烤地产业的生态导览，以改变永过种地惯势，改做用自然种植、友善环境的方式来种地，希望会当永续发展。这个土地跟动物都是友善的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在苦茶油的茶园里面拍摄到石虎还有其他小动物出没的痕迹。那我们透过直接带游客来到苦茶油的园区，来到部落里面做导览、做解说，让游客可以更深层的体验到这边的苦茶油生态跟苦茶油的文化。自然种植有成效，林河川的农民也感觉真骄傲。唔那通带动产业甲观光，也使互土地利用愈来愈久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马学校的教材是真多元。屏东邦寮的教德国小老师提供庙的模型来解说，互学生会当来了解庙寺的建筑，甲在地信仰的文化。
上面会写什么村什么村。帮了囡仔设奖标是陈基文老师伫全国教具制作比赛摕到第一的作品，但老师也把这个奖标模型提供给交的国小，让学生囡仔会当伫图书馆看到保安宫的建筑形体，配合着老师的分享，也增加在地文化色彩。枋寮地区必须要有自己的在地文化，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校本课程里面就是分成一个就是渔村文化，一个是宗庙文化部分。那宗庙文化部分，我们就是以我们北市寮在地的我们保安宫下去做一个结合。那刚好启文老师他有做这样的一个教具，那直接就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整个的一个保安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构造。这个保安宫的模型有把这保安宫的特色做出来，包含香炉安怎放、新桥的造型，甚至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送白鹤，也有一只白鹤的模型。看到生命钟跟虎爷，我觉得我最认识的就是我的家乡，更认识我的家乡。虽然这奖标模型有运用伫乡土教育顶头，不过感觉可惜的是，老师和囡仔拢无用上接近奖标的语言来做互动。这语言甲文化是无法度分开的，希望甲乡土教育的完整度做好更加就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潮州的日本建筑历史文化园区，老师社的墙围啊壁面哦，请人来画出在地历史故事。望讲大家来到园区哦，除了看日本时代的建筑，嘛当来了解当时的文化历史。伫咧屏东潮州的这栋日本宿舍壁顶有甲一块长度样的绘本壁，记录抗日3名林小鸟事件的头尾发展，插丰富的色水、活跳人物动作，互民众会当伫园区内摸佚佗、摸参观，兼了解在地历史故事。一般我们游客在参观一个园区哈，他要能很深入，其实都有点困难。那我们园区当然我们会有我们的导览志工，那当然导览志工他是要透过你团体的来服务你。那一般的游客来到园区，所以我们园区特别设置了这个叫绘本墙，对，也就是林少猫事件这个故事的绘本墙，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历史故事可以由我们从小孩子，然后都可以慢慢的去，其实很多是小孩子有兴趣，然后带着妈妈去讲这个故事。园区表示，规个绘本壁的摆展方式，期待让囡仔对台湾历史的了解更加有兴趣，配合导览解说，来当做在地新一处的观光景点，嘛真有够有意义。我们包括旁边的这个绘本墙，就是把它记载成历史。那记载成历史的话，尤其是现在我们甚至都有安排我们比较年纪很小的小朋友，那过来这边看，那看完了之后，他就会对这个历史印象，会有一个植入的印象，说这之前是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留下什么样的东西，然后透过绘本墙的这个方式，让小朋友很简单、浅显易懂的方式他就可以了解。未来除了这栋老宿舍壁面，公所嘛打算搁建几铺绘本故事，甲园区内其他布景相结做伙，叫做潮州日本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内历史现场美学再造的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师范大学今年办一个台语的营队哦，有自然、人文、科学真丰富的课程。伫营队老师甲同学拢用台语来上课沟通，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咱做伙来看卖。囡仔人对老师用3灯镜来看光的变化，师范大学头届针对台语囡仔办小热营队，用系列课程，互因进伫台语的环境。即马要进行的，就是迄科学实验课，像昨就是咧介绍即个光要安怎写，伊是写直的，还是伊的凹弯的，像熟悉科学实验，老师会用台语去解说专有名词，延伸到其他的生活经验。时代进修推广学院表示，活动主要是要让囡仔唔但是会晓讲，佮通实际运用，嘛透过自然、人文甚至是科学领域的安排，互因知影，无论伫倒位，拢通用台语甲人沟通表达。比方看来，你讲第二好好，第二好好，这些小朋友够卡出。我们希望在专业知识里面也增加台语元素。未来说不定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用台语来了解天空了解星星，了解大海。
苏代表示，近年来真侪台籍家庭囡仔来遮嘛，找有共同的语言，希望替囡仔营造世界拢有台籍的友善环境，应对会办到8月底。目前剩一梯厝，阁有名额。记者伫加布里福开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嘉义水上乡的太空馆户外广场，总是真热闹咯，因为有设计真侪科学活动，互大人囡仔拢来耍科学。太空馆嘛推出30周年的特典，来嘛出回来看卖。囡仔伫单位头前耍科学道具，嘉义县政府配合台湾科学教育馆甲嘉义大学，昨日伫水上乡北回规划太阳馆、2馆、太空馆头前的广场举办亲子科学活动。我之前有来过这个活动，这里的活动真的很好玩。我们把我们馆里面很多带得动、带得走的这些原理，比如说摩擦力、酸碱值、浮力这种概念的话，用摊位的方式，在各个县市在办活动的时候去呈现出来。你最想玩什么东西？神枪手。为什么？因为那很有趣。教育处教学发展局表示，这届活动邀请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国立嘉义大学甲县内一寡高中甲国中，做伙规划40个人馆的单位，佮配合太空馆的特点，要让亲子来体验科学的趣味。希望借由这个科学的这样的闯关和活动，让一些科学的新知能够启发他的一个这个科学教育的这个启蒙。这个机会就是了解到每个学校有他们现在正在发展的那个特色啊，这其实对孩子，我们未来在为孩子选择国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还会蛮有帮助的。台湾科学教育馆指出，亲子做伙参加活动，嘛甲伫学校内底上课的气氛无共。囡仔动手来体验，唔但甲好奇转变做知识，嘛通培养因思考的习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再来看中华职棒富邦悍将昨暗对上中信兄弟哦，最后是5-5无输赢，也毋过嘛，互富邦悍将停止11连败的纪录。富邦悍将38岁王胜伟昨暗一场攻出5支安打，嘛创纪录。咱来看顶礼拜的体育周报。第一球没有打好，一垒手接到之后自踩垒包，比赛结束。富邦悍将昨日暗5-8互乐天逆转，摕到这季第42败，也是最近11连败。里边队史包括郑鑫、兴隆5在内纪录，一直拢无法度赢球的悍将，在这暗有机会。这支中方向的并非安打，伫咧第9局下半局拍回富邦的1比分，两队上尾也是5-5平手。富邦总算是终止11连败，第18对李全良。这场比赛一个重点就是看38岁王胜伟以个人表演安打秀。哇，真的是出师了，有够神啊，王宝！王胜伟这场比赛连续5个打数拢攻出安打，以个人第4遍有单场5支安打的纪录，也创队史上老单场5支安打选手的纪录。赛后也对40岁俱乐部的老选手发挥，希望高国庆、周思齐也个林志胜会当超越伊。另外一位老选手的表现是高球的选手泰戈伍兹，在第150届英国公开赛。当伊行过球场正有名的地标斯威尔砍球的时阵，特别脚步放慢，烫路啊，向满场的球迷致意。46岁泰戈伍兹虽然克服17个月前的严重车祸，不过表现是无亲像以前遐好，2天综合冠军标准杆高杆的成绩被淘汰。比赛后，伊讲这可能是最后一遍伫咧遮比赛。I don't know when I think the next one comes around in 2030, and I don't know if I'll be physically able to play by then. So, to me, it felt like that this might have been my last British Open here at St Andrews. 这届英国公开赛，欧洲的选手史密斯加被爱尔兰的选手麦克罗伊2个人抢冠军。史密斯伫咧第18洞精彩长推直接来到洞口的附近，无什么意外成功 birdie， 一杆踏出过过标准杆8杆。上尾啊，麦克罗伊一个失败了后，由史密斯摕到伊个人第1座大赛冠军。记者综合报道。法国队去年的寒冷开始哦，雨水就真少。今年的热浪有29个省哦出现可花，一寡花草因为日头伤过炎，拢风拍死哦，产量是减少真侪。
日头花伫咧日头骹开甲诚水，不过行我看卖咧，其实花瓣拢互日头晒甲过头去，有淡薄黏黏。这个种日头花还有饲料食物的农场，是伫法国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的皮埃尔吕，所在有50公顷。过去规片花田拢开满日头花，不过今年因为雨水无够，收成只敢若往年的一半。就连做饲料的紫花木薯，也因为欠水，收成减3到5成。Les récoltes cette année en fourrage, on est entre moins 30 et moins 50% de récolte. En céréales, je pense qu'on est pareil dans ces eaux-là, moins 40% d'une année. 农场的负责人讲，因为日头花伫咧种甲收获进前，要个别进行2遍的灌溉，因为欠水，也会去买水转来灌溉。互农民除了收成减少以外，伊个开钱买水，利润搁较薄。另外，这边伫咧种蔬菜甲番麦农产也拄着同款的情形。On a un rendement qui est peut-être divisé par 3. Et puis on a aussi des cultures de plantes à parfum, de la lavande, du lavandin, où les récoltes sont catastrophiques. Donc voilà, il y a des exploitations qui vont être effectivement dans le rouge cette année, qui vont être en grande difficulté parce qu'ils n'auront pas la trésorerie nécessaire pour payer leurs charges. 另外，以生产薰衣草全世界有名的法国的城市瓦朗索尔也拄着可患的问题。虽然有用新科技管理并且收成，不过回农讲今年的天气有够热，所以因的收成会减半。La sécheresse, c'est vraiment quelque chose cette année de très remarquable. Ça fait 30 ans qu'on a les techniques, les nouvelles techniques de récolte, et c'est la plus mauvaise année depuis 30 ans. À part les années où on a des grêles, une année sur 10 on a la grêle, mais cette année c'est vraiment la sécheresse nous pénalise. 自去年冬天开始减水以来，到今年热天，法国已经有29个省受到酷寒影响。虽然农民抽地下水来灌溉，水量依然是无法度满足各农产的需求。艾克斯马赛大学自然地理学的教授文森摩人讲，气候变迁增加酷寒的发生，也造成降雨量减少，造成恶性循环。就要赶紧采取行动，减慢酷寒的频率，保护经地，避免更加侪动植物面临生存的危机。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这礼拜天气拢真热哦，今仔上北市佮花莲温度拢有可能会到38度。拜时间礼拜天气会佮愈热，雨水愈少哦，所以观众朋友这几天要出门，就要特别注意。做回来关心今仔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